係橫琴口岸上蓋，可以兼備70年產權，又有呢啲 view 嘅景觀嘅單位啊，就係得呢個樓盤有啦，200萬你就可以攞低呢個150平方嘅低平層，做到3間房間，一齊嚟睇下呢個 view 有啲咩啊？澳門嘅銀河4-5期啊，睇到未？嗰度就係劇院啊！你每個星期呢，星期6日6樓5分鐘過個關，再坐個車5分鐘 ，total 10分鐘，你就可以見到你中意嘅明星啦！而且一線嘅豪宮公景、高爾夫球場呢個景觀係你屋企嘅客廳呢，全部都可以睇得到嘅。呢個 open kitchen 都係俾到你嘅。第一間房間可以作為你嘅書房啦，都係一個270度嘅 IMAX 景觀、豪宮景觀啦，澳門一線嘅繁華夜景全部都可以飽覽晒。主人房仲帶咗一個主人房套廁嘅一個設計，非常唔錯。出到嚟呢，就係一個小小嘅衣帽間，咁呢度呢，6樓就可以直接過關啦，可以睇到嗰2條路啊，都係兩地牌車、單牌車咁樣出入入，真係非常近、非常方便，而且係70年產權喎，可以落戶、可以讀書、可以實現你1000多行去到澳門，而且可以享受成個橫琴嘅福利，非常之唔錯。咁對呢個橫琴口岸上蓋嘅住宅單位感興趣嘅朋友，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路。我係小雅，點個關注，帶你玩返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